而家6:50，幾靜，可能係大埔不嬲都係咁靜。頭先咧喺呢一度咧，哇！啲長者喺度有歌聽，唱大戲，唔知係咪大戲嚟嘅咧？幾多長者有歌聽，唱大戲，有利是。我頭先追住個姐姐問佢利是幾多錢啊？姐姐話：我問佢有冇1嚿水啊？佢話：你又想係1嚿水10蚊咋咁樣咯，幾得意啊！有歌聽，有利是收，最緊要投票。個個長者呼籲啊！